氣血不暢怕太極，腿腳不穩怕太極，頭暈失眠怕太極。如果你敢花5天來學太極，你會發現調理身體的問題其實很簡單。早上練什麼運動更養人，別再學那些花裏胡哨的。早上起床就去練這3個太極動作，舒筋活絡，提氣養神，比你喝再多補品都強。我的這套零基礎太極養生課只有7個動作，但是堅持練5天，你就發現整個臉色紅潤，經絡舒展了，整個人都有精氣神了。我將線下的武當太極課程搬到了你的手機上，不用下載，也不用填寫個人資料，就能領取這套完整的太極養生課到你的手機上，一邊做一邊感受，氣冥流動，腰背舒暢了，走路靈活了，是實實在在的能幫助到子女減輕負擔。不管你現在年齡多大，身體狀態如何，我都建議你先點擊右側頭像到直播間，給自己一個改變的機會。但是視頻劃走就失去了報名資格，現在別再錯過了，現在就點擊下方鏈接就可報名學習。